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3月26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9篇，民数记13章17节到27节，路加福音13章第18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挂菜子。圣经内底，耶稣基督将挂菜子来譬如真侪天国。伫这个马太福音17章20节提到着挂菜子的信心。这是因为当耶稣对这个变魔山祈祷的时阵呢，有人带这个羊形的囡仔来找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却无能为力。耶稣基督就来指责因，讲因是一个无信的世代。真侪人伫因的眼中看到困难，就会失去信心。亲像民数记13章17节到27节所记载的，摩西派因去探查迦南地的时，对因讲：恁去敬尼夫爬上山，看迄个地生做什么款？遐的住民是强还是弱？人数多还是少？大的地是好还是恶？大的所在是无城墙的营地，还是坚固的城？佮看迄个土地是肥还是瘦？有树木还无？恁着勇敢，将迄所在的果子带一寡倒来。迄时拄啊是葡萄得熟的时阵，因就去探查对顺的旷野到离合的这个地区，直到蛤蟆的野口。因佮对尼哥夫上去希伯伦这个城，比埃及的索安城较早7年去做。有阿那族的阿希曼人、西西人、达美人住伫遐。因到伫以色国山谷，插一支葡萄树蛙，顶面有一把葡萄，需要有2个人耕，佮带一寡车流无花果倒来。因为以色列人对遐插一把葡萄，迄所在就叫做以色国山谷。因探查迄个地40久，才倒来。因来到巴兰的旷野加地斯，见摩西、亚伦甲以色列的会众，甲因汇报规个行程，佮互因看迄所在的果子。因对摩西讲：“你派阮去探查迄个所在，果然是流年甲蜜的所在，这个就是迄所在的果子。”同一项事，有10个人讲袂使，因为迄边人真悬大，但是少数2个探仔有无比的信心。耶稣基督伫路加福音13章18节到21节也提到着天国。伊讲天国亲像什么？耶稣基督伫这段的经文讲到2个天国的譬如。一个讲天国亲像酵母，一点点就会当互规碗的面粉来发起来，伫群众的中间来发生效果。耶稣基督讲，上帝国亲像什么？我着用什么来比拼？上帝国亲像一粒挂菜子，有人提起也伫家己的园里。挂菜渐渐大丛，成做树。空中的鸟仔嘛伫树尾做寿。耶稣佫讲：我要用什么来比拼上帝国啊？上帝国亲像酵母，有一个负责人提起蓝伫3斗米粉做花叉，最后
规个拢发起来。耶稣基督佮讲到天国亲像挂菜籽共款，细细一粒，却会当中大食变成多的鸟类蟹群作寿的树。其实这就是信心啦，吼！毋通看到一个小小的信心的种子，伊会当成就大事，毋但安尼尔，会当成做正人的愿望。诗篇39篇，我捌讲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才免我会止犯罪。歹人伫我的面前的时，我要用嘴暗的约束家己的喙齿。我点点无出声，连好话也拢无讲出嘴。我的痛苦就若加天，我的内心一直烧起来。我若受若火若倒，我就开嘴讲上主啊，求你互我知家己的结局，家己的年岁有偌济，互我知家己的性命就真紧会无去。你互我的日子实在是真短，我的岁数对你看起来差不多是无。人只不过是一个气，人伫活亲像影，因无闲志气，实在无采工。因所积聚的，毋知啥人会得去。主啊，着听候什么？我的愿望在伫你，求你救我脱离我一切的过失，互我免受恶人的凌辱，因为是你互我受苦，我静静无开喙。你互我的责罚，求你甲我除去，因为你的手的毒责，我得要消灭。你责罚人，因为因犯罪，你互因所意爱的亲像着煮糖火去。人不过是一个气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按耳孔听我的恳求，我流目屎，求你毋通无出声。我是倚靠你的出外人，甲我的列祖相款是架骹的，求你宽容我，互我还未死以前得到欢喜快乐。求主帮助阮成做有信心的人，就算是阮的信心亲像挂菜籽安尼的真微细，但是透过阮的信心，却会当影响侪的人。会人成做真济的大事，互人得到利益，互人来得到帮赞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